今天希望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来谈论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今天是10月25号，对一个台湾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1945年10月25号，2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区的受奖典礼就在离这个地方不远的台北中山堂里举行这是又一次你知道我们说台湾人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叫台湾光复节的由来。1971年的10月25号，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华民国被赶出了联合国，也失去了外交的活动空间。随着其后一连串的断交潮，台湾变成了国际上的孤儿。但是另一方面，在那段时间，台湾的经济突飞猛进，变成了亚洲4条龙之首。1987年解严之后，这30年来台湾的民主发展，反而变成了华人世界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明年2020年，台湾在举行第7次的总统直选，在已经经历了6次的总统大选、3次的政党轮替、7次的修宪，也许现在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再重新思考说，到底有没有实施宪政以来，我们有哪些要改的，或者我们有哪些要在这个时候再拿出来思考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中国大陆制定，当时正在国共内战，所以它是一个在当时有相当政治妥协的成分。而宪法的起草者张君迈，他是一个民主社会党人，所以目前的中华民国宪法其实它有相当多社会主义的色彩，尤其在基本国策、关于社会安全与教育文化都有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1991年宪法增修条文，其中的第10条同样举出了类同基本国策的一些重要项目，它还纳入了必要的社会福利与弱势保障的条款，包括了全民健康保险、身心障碍者的保险与就医、无障碍环境、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国民就业等救济性支出应优先编列，国民教育的经费应优先编列。事实上，在那部宪法，我们在维护自由经济的时候，同时又实现了社会公益，有达到了保障了双重的价值，而且它是因为是以宪法条文的明定的方式会具有实质的约束力，包括后来的全民健保等等措施都是在这个宪法增修条文之后有这个法律的基础逐步去推动。但是1946年制定的那部中华民国宪法，因为当时已经在国共内战，所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去实施。1949年，国民党政府来到了台湾，也把这部宪法带来。不过，因为当时要动员戡乱时期，所以事实上也没有真正的实施。一直到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湾才真正进入了民主宪政的阶段。从1991年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增修条文，那之后有7次的修宪，3次的政党轮替。其实2大政党都已经完全执政过。那这30年来，台湾人民都一起经历了这一段。最近所谓中华民国台湾我倒想到他对他的一个新的诠释，因为事实上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他在大陆的时间。所以为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它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解释？而且中华民国在历经这个所谓的邻境革命，今天台湾不管怎样民主自由还是台湾的核心价值，人民也即使纷纷扰扰，但是大家都还是相当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所以也很清楚在现阶段中华民国是台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也因为他在台湾的时间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在大陆的时间。不过，从1991年到现在，对于宪政，当然大家还是有很多意见。当然有些是共识较高的，比较没有争议。比方说，投票年龄要不要下降到18岁？事实上，这是世界的统例，主要国家都已经18岁就可以投票。台湾反而是世界上少数要到20岁才有投票权的国家，所以整个公民的年龄下降到18岁，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有共识，大家也都持正面的意见。但是倒过来，关于这个总统制、内阁制，大家就没有共识，在整个社会有很多的讨论。其实会有问题出现，就表示大家对现况是有不满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在历经了6次的总统大选、3次的政党轮替，我们到底整个台湾社会对目前的宪政体制有什么样的疑虑，或者说不满意的地方？总统是全民直选，所以他拥有最大的民意基础，也有最大的期望。可是目前很清楚的，总统是有权无责。那人民也对总统投注了太高的期望。我每次开玩笑说，满意度等于实际值除以期望值。我们人民对总统的期望值太高了，所以历经3任总统，从陈水扁、马英九到小英，很明显的所谓总统的蜜月期越来越短。阿扁当总统民调还可以撑6年，一直到红衫军事件才开始掉。马英九总统在连任才刚刚连任的时候，因为有点双涨，他就掉了，所以他的蜜月期只有4年。到小英只有2年，所以已经民调掉到谷底。坦白讲要不是反送中事件，你知道，我也不认为小英的民调会再浮上来。所以第一个总统撑6年，第一个总统撑4年，第3个总统只撑2年。所以这表示说，整个台湾人民对总统越来越不耐烦。一直期待说你应该帮我们解决问题，可是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可是我相信如果你站在总统的角色他也是满腹委屈。我虽然是最大民意选出来的，我有拥有最大的民意，可是你想想看假设我们有一个校长是全教的师生选出来，然后呢，他可以指定谁当教务主任，可是他不可以参加校务会议。然后每个人要求他对学校的成败要负责任，所以目前我们的总统制有人说他有权无责，可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他也无从去发挥他的责任，因为他就不能参加行政院会议，要每一件事情都透过国安会议去处理，又会引起很多的会议，所以对总统来讲，他也是觉得满腹的委屈。我们看看行政院长，有人说行政院长是有责无权。在过去19年当中，我们换了15个行政院长。我要跟大家讲梅克到现在还在当德国的首相15年。我以我自己当台北市长的经验，前面2年除非是那种像侯友宜已经当了8年的副市长再去接，他相当能够衔接。像我们这个从外面进来的人，几乎是要花2年的时间去搞清楚状况。以台北市长都常常花2年才能够搞清楚状况，一个行政院长平均1.3年就要换掉一个，这是平均如果扣掉那个有的做了3年，甚至事实上有很多的行政院长他的任期是不到1.3年，这是为什么过去台湾在过去这20年当中政策没有办法延续，翻来覆去，这是我们看到的。行政院长有多少权力？坦白讲是看当时总统的状况。我知道目前的苏贞昌总统大概是过去20年来最有权力的行政院长，因为小英太忙了，现在太忙了。那面对这个问题，你知道有人在讲这个宪改的题目，我倒认为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对目前的宪政制度不管这个总统的有权无责行政院的更换太频繁了，总统我们有很多抱怨，你知道那包括在这过去20年来，台湾的政治的确是停滞不前。我常说很简单我们拿新加坡来当对照组就知道，过去20年新加坡的 GDP 变化多少，我们变化多少。
所以台湾在过去20年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个社会的进步有停止，这我们不需要去当鸵鸟，不需要去否认。但是面对这个，我们对现行的宪政体制不满意有人在讲说要不要宪改，不管是修宪还是怎样。坦白讲我认为在现阶段有3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什么？大家对现状不满意，可是你想想看，你对现状不满意，可是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在这一个阶段，我们对目标全民没有共识，因为到底是要总统制、内阁制，我们自己都还没搞定，没有共识。所以如果连目标都不确定了，你都不晓得你要走哪，要怎么走。第二点在最后一次修宪之后，目前的修宪几乎是不可能。为什么？3/4的立委提案，3/4的出席立委的同意，还要在半年内给公民投票，而且要在总投票数的1半。坦白讲现在的公投投票率如果用65%的计算，分母只有65%的，分子要50%的，这也接近是3/4的。所以老实讲目标不知道，根本，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根本就跨不过那个修宪的门槛，因为门槛当年设得太高了，这个没办法解决。第三个是一个20年来累积的问题，现在只要想要动到宪法，国家定位、国格的问题马上就浮出来。过去20年蓝绿统独一直是整个社会最主要的思维，我常常讲说，我们在蓝绿的泥淖里面已经20年一直走不出来了。所以有这3个问题，即使我们对现状不满意，我也认为在现阶段要修宪，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拿出来讨论而已。那有人会问说，那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你认为这个现在的这个修宪有3个困难，那难道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吗？对于这一点，我倒是有一个看法。2014年我开始选举的时候，我说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文化。再来我说有人在问我说，你当台北市长不到5年可以还债还570亿，到底是怎么做？我每次说3个原则：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认真做。人家说就这么简单，我说是啊，因为现在的政府对的事情不做，不对的事情一直做，还有又很懒惰，所以有时候政治很简单。再来人家说你每天7点半上班，你到底这么认真，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其实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对的社会。什么叫对的社会呢？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可以做对的事情的公益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第一，政府是可信的。坦白讲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做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不要说你不相信，连我都不相信所以政府要可信。第二，公务员是服务人民的。这公务员我们作为政治的首长，我们不是要领导，不是要管理，我们是要服务。更不可以说公务员不是要修理人民或整人民，所以公务员必须是服务人民。再来司法是公平，很不幸的最近这个香港反送中事件这个陈同佳事件就很清楚，司法变政治工具。再来法律是给人民遵守的，法律不是给人民参考用。我最近要求我们的都发局关于台北市的土地分区使用管制一定要重新检讨。法律一旦制定，它被人民遵守了，不是制定在那里让大家参考用，也不再遵守。这就是为什么在2018年1月我会下定决心把立法院外面那些帐篷全部拆掉。当时人家批评说，你没有人权，我说你们是违法的。立法院是中华民国的立法机关，就围墙外面全部是不合法的帐篷，就拿着这个久而久之在教育人民说，在台湾守法就是没有犯法的意思，有关系的就没有关系，没关系的才是有关系的。再来监狱是关有罪的人，其实今天台湾监狱都是关没有办法的人，有办法都不用去做了。所以当人家在问说，这个宪改是一个你认为在宪改在现阶段是不切实际，不太可能去执行，因为有3个困难：目标不确定，门槛太高，而且还没动就已经先碰到了统独蓝绿的问题，已经还没做事就已经乱成一团了。
但是难道我们不做事吗？不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现阶段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希望可以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对的社会。我要跟大家讲在这个半年当中，我在台湾各处晃来晃去。我跟大家讲我最近的一个感受。我最近去南投，去民间乡一个叫寿天宫，反正就是下乡一定要去庙里面拜拜。我到那个庙的庙庭，你知道，从山上往下看下去，其实我内心非常的难过，你知道为什么吗？整个天空蒙蒙渺渺，然后呢，我一个学生，你知道吗？他有那个 PM2.5的仪器拿出来一测40。我跟大家讲今天台湾癌症是死亡人10大死因第1名，占28%。癌症里面死最多的是肺癌，可是在美国肺癌他是抽烟的男生很明显比较多。台湾的肺癌男女比1比1，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用抽烟，你到马路上走一走效果差不多。因为整个 PM2.5，坦白讲我站在那个南投民间乡的寿天宫往下看，其实我内心感触很深的。连一个 PM2.5，我们政府都没办法处理，这都在干什么？你这边给我讲统独，讲什么国家认同，你连那个 PM2.5都没办法解决，让整个几百万的人民暴露在这个肺癌的危险当中。其实最近，因为我是医生，你知道我比较关心医学的题目。最近台大公卫学院也发表一篇论文，慢慢的南部的肺癌发生率已经超过台北市了。今天在台湾的6都当中台北还算是 PM2.5 最低的，我们只有14点多。所以要讲什么？你知道在现阶段，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高举国家治理这个招牌？我去过，我在3月的时候去日本，那当然日本政府有安排我去东滨火力发电厂去参观。我到那个火力发电厂我看了5分钟一样感触很深。因为那个火力发电厂，我站在外面没有听到噪音，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浓烟，也没有闻到味道。所以后来我在脸书写了一段话，我说不是煤炭干净不干净的问题，是人干净不干净的问题。因为同样一个火力发电厂在台中搞到林佳龙下台，选不上，没有办法连任。我相信林佳龙连任最大的当时的因素是整个中部地区的 PM2.5没办法解决。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其实在现阶段台湾要解决的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所以每次讲说我们需要的是明治维新，不是义和团。这也是我在民进党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我会在讲的。其实今天台湾已经没有什么叫中国派，就算是白人那些人最多3%。所以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所谓的台湾派绝对是95%以上，也许接近97%。今天台湾都是台湾派的，台湾的主体性、台湾的优越性、台湾的民主自由，这大家都没有疑虑。所以一直在讲什么中国派、台湾派，我觉得这是在现阶段是没意义。其实在现阶段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国家治理。当中部几百万人口暴露在这种 PM2.5，当肺癌已经变成在台湾是第一大死因，比肝癌还多。本来我们肝癌是我们台湾的国病，因为我们乙型肝炎带原者很多。结果我们现在癌症死亡最多的是肺癌，不是肝癌。然后我们的流行病学在全世界是蛮特别的，男女比1比1。所以我也在讲说，在现阶段你知道国家治理才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增进政府的效能，建立联合政府，永续经营提高整个台湾整体的政经实力，更重要的重拾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现阶段恐怕更重要。那对于那些一直在追求台湾独立性、主体性的人，我要提出个概念：民族主义实际上分2种，一种叫种族民族主义，一种叫公民民族主义。这什么意思？你的印度要脱离英国的统治，要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它是种族民族主义。
因为它的语言、它的人种跟英国不一样。可是像美国要脱离英国哈，它就不是所谓的种族民族主义，因为它是同文同种。所以公民民主主义是因为当美国这个国家成立的时候，它有宪法，它有三权分立，它有各种那种大宪章。所以要讲的是说，在现阶段里头哈，如果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自由可以更深化，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公民民主主义。也就是说，在台湾的民主自由，必须让大陆的人民会更羡慕。台湾社会的生活方式是让他会更羡慕的，这才是确保台湾可以维持它的主体性跟优越性。反之，我们看看最近的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民粹主义？就是我们对民主自由已经没有认同感。当我们对享有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不认同，而且甚至有点鄙视的态度的时候，坦白讲，这个国家是危险的，而这就是在现阶段我在台湾看到的。民主自由本来应该是台湾的核心价值，可是今天民粹主义兴起，我们开始对民主自由的宪政制度有一点轻视，甚至鄙视。所以也因为这个轻视、鄙视而失去了身份认同，才让民粹主义在这一段时间当然从美国一直蔓延到整个台湾过来，都是一样。所以站在台湾上看整个世界，不管从美国的川普、英国的脱欧，或是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其实我们更要思考一下。当我们在思考所谓宪改的题目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主自由宪政，我们必须更巩固。只有当我们有更巩固的民主自由宪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保这个国家可以安稳的向前走。这是我个人的目标，也是我们在今天台湾政坛上努力的目标。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阿北柯文哲。看到这里的，欢迎顺手订阅我的官方 YouTube 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接收影片和直播的第一手资讯。那个小牛，影片给我好好剪，知道吗？特效不要乱加。